怡萍，今天怎么没带永志出门？怡萍，今比怎么没带永志出门？怡萍，今比怎么没带永志出门？我爸说他今天想跟永志培养感情，要我休息。我爸講，佢今比想愛同永志培養感情，愛本愛歇困啦。我爸講，佢今比想愛同永志培養感情，愛本愛歇困啦。我爸爸好喜歡和永志說話呢。我爸當愛同永志講話，我爸當愛同永志講話。兩個人笑得好開心哦。兩傻笑到當聽呢，兩傻笑到當聽呢。現在永志多大了呢？你哈，永志有幾大嘞？你哈，永志有幾大嘞？滿5個月了。滿5個月了，滿5個月了。那要準備打卡介苗了。該要準備打卡介苗了，該要準備打卡介苗了。目前建議接種的時間是小孩出生後的5到8個月。現下建議成人出生了後5到8個月就來接種了。現下建議成人出生了後5到8個月就來接種了。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帶小孩過來呢？請問我乜個時節是帶成人過來呢？請問我乜個時節是帶成人過來呢？卡介苗是1個月1次，這個月已經施打了。卡介苗係1個月1擺，2個月已經有足夠了。卡介苗係1個月1擺，2個月已經有足夠了。再來是下個月的5號。過來愛下個月初5。過來愛下個月初5。那請問施打時需要攜帶什麼證件嗎？愛來注射嘅時，愛帶乜嘅證件冇？愛來注射嘅時，愛帶乜嘅證件冇？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和健保卡。請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同健保卡。請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同健保卡。請問注射卡介苗的費用是多少錢啊？請問注射卡介苗要幾多錢？請問注射卡介苗要幾多錢？這是免費的。你唔是錢哦，你唔是錢哦。哇，這麼好啊！按好，按好。時間過好快哦，想起你剛回來的時候，時間過來當腳，想到你將轉來家下。時間過來當腳，想到你將轉來家下。還很緊張，慢慢習慣了嗎？還當緊張，兩下就慢慢關係嘛。還當緊張，兩下就慢慢關係嘛。習慣了，我很喜歡這裡的步調。有啦，我當隔日兩位嘅生活方式。有啦，我當隔日兩位嘅生活方式。公婆也很照顧我們。家官家娘也以照顧我們，家官家娘也以照顧我們。謝謝阿姨哦。阿姨真勞爛呢，阿姨真勞爛呢。